好，来，大家好早吼，咱直接来读1654年8月25号拜二，天空阴沉吼，原来写。早起有小雨，即个港岛遥影阁相当的大吼。水手长 Cornelius Roosevelt 奉着长官阁下的命令，坐一只新仔人的舢板出港。要去只停伫港外的假日船遐，下晡约4点钟，伫即个港岛里大会溃落了后，就是用一大溃落啦，才顺利转来到遮可能是影伤大大会消息讲，该假日船是福尔摩沙号，该假日船是顶个月28号开动一只新仔人的篷船对遮出航前往布拉达岛。要去拯救伫遐坐对即个快艇 Utrecht 号顶头的人结果咱知影伊敢若无滚蛙去迄个东沙岛啦，布拉达岛。迄倒注卡看觅迄是参物件偏好。该船自上述日期航离此地了后，经过23天，才到该岛附近顺利停泊伫，互迄寡人欣喜若狂，就迄寡人真欢喜啦讲看即只船来，当时的一切情景，小等再过来讲3天了后，所有幸存的人拢上船，合计76个人。所以因甲即个东沙岛顶头的人救转来76个人，包括着3个荷兰妇女。该假如船载着因伫咧本个月22号航离开迄个互人伤心的岛屿，途中佫遭遇着一场强烈的暴风。毋过如上所述，已经平安到即个港岛的头前路。万能的上帝必将因为即个恩惠，永远被俄罗称颂。至悬的君王关照因的一切需要，互因及时被拯救。若无，因全体就拢已经将会误死，无可怀疑的误死。因为因的小船航离该岛，前来此地以后，迄寡海龟将敢若只剩几工留踮咧遐咧放卵无迄寡海龟了后，根据因的看法将会完全无食物通好食因就必须要放弃生存咯。我即阵转去台湾，我带阮查某囝去迄个岛啦，小琉球啦小琉球，古早叫啥名煞袂记，啥物西岛我毋知影讲小琉球嘛是有海龟像即个海龟，迄是阮查某囝伊家己 Google， 伊看迄英文信息，迄外国人的讲有海龟死过，即你海边你若有迄沙堡会当落去，你拢去看，应该拢足大机会拢会当看到海龟。伊讲因为迄数量足侪，所以平均测起来，看会到的机会足侪对。我真正落去迄海埔行，就看会到，就有人咧看海龟，徛踮遐咧上，阮行我去就甲阮报讲遮一只龟安尼。毋是干那一只啦，后来去看其他佫一两只安尼。因为太热，其实我无真正伫咧即个海水的时间无讲介侪。好，所以有一个海龟放卵所以因才有物件通食但是可能时间已经算已经过迄个时期所以伊即只才写讲因若无研究转来，差不多夭死所以根据因的看法，将完全无食物通好食，因就必须要放弃生存咯。但是因即种担忧、即种惊吓是真紧就消失，因为因又搁发现真侪海鸟或者是野鸟飞来，侪到有9额，互因全体人拢得到救。一直到本个月6号，迄寡鸟才飞离开遐，现在伫该岛留落来，互即寡枵饿的人会食物，就敢若剩一寡
一种有地下菌的啦吼，地下应该是个菌啦吼，毋知啥物物件伊无写吼。除了即种物件以外，无别项的食物啦吼。每工对地上生出真侪即种根菌，吼，写根菌吼。我咧药是毋是含字啊？伊讲即种地下菌含乌啊无偌大的差别。对注脚乌啊有注脚，也Ubis Wartenen 也写做 Ubi 是一种树类吼。马来阿语就是讲乌啊吼。好，我哋看起来可能是一种汉字啦吼。讲无偌大差别吼，含乌啊差无偌济，因着敢若食即种地下菌啦吼，无任何其他的即个配菜吼，因此因一个拢定受用满面吼，面忧面愁啦吼。一直到本个月19号，因才得到食饱一顿吼。如上所述，迄天因看见了即只假如船了后，才有较好的食物通好食。自从上述因迄只小船航离开街岛了后，有6个人自然破病死，安歇主怀。此外，伫咧航内即个伊安尼写看无吼？在航来避地途中，避地这是啥物意思？避是保庇的避吼，这是啥物意思？应该是处队哦，对啦，处队你拍毋对吼。伫航来处队途中，因的高级水手伫咧迄个暴风中，算落水才淹死。即个意外事故，就安尼死了真侪人吼。6个自然破病死，一个意外事故死安尼吼。实际上救70几个人吼。今仔日下晡，即只假如船起航，直直往即个港岛航来，但是伫咧港里内坐底吼，规暗规夜拢坐伫遐吼，坐底伫遐。期间有一批人用舢板载因来起山。规国下今仔日中昼去普罗宾西亚，就是赤坎楼吼，视察公司的建筑物。转来报告讲，迄场暴风伫遐已经造成一寡损害。伫遐的迄间旧的旧的厝吼，厝顶也全部被吹走，叫风吹走。8月26拜3，早起上述迄只假如船佛罗摩萨号阁浮起来，并且来入港。中昼来到即个城堡头前来停船，迄寡救顿的人全部拢上岸，因当中有一寡人变甲非常的衰弱，消散，而且呢，衫裤破破烂烂吼，这是因为讲，如上所述，因所遭遇极大的即个困迫甲悲伤所致吼。来，我拄则是白话安尼讲啦，其实是写衣衫褴褛吼。咱来看即个褴褛即种文言文是到底是安怎读吼 ？copy。即种字是无啥物意义啦，但是都甲学起来吧。褴是头做懒，是蓝吼。褴就是懒惰的懒，就是贫惰吼，叫做褴。温吞就是贫惰、温吞、无能力的意思吼，叫做懒惰吼。懒惰其实就是懒惰就是抬高无讲抬高无好。懒惰就是无清气性啦吼，垃圾安尼吼。贫惰是 lazy 吼。懒惰是 dirty 吼，所以即个褴字吼，衣衫褴褛即个褴字吼，伫台语就是有 dirty and lazy 吼，这是褴。但是这是读褴吼，衣衫褴褛是
读做蓝吼，第二个蓝，衫啊无滚，衫啊无滚啥物意思啊？看无吼，即个滚咱来看查者吼。被单嘛是蓝，破烂就是蓝吼。我拄则讲衫破烂，破烂吼，就是蓝吼。所以我是用白话讲即个男女的男吼。男女是男女吼。伊即甘日典直接安尼写，男女就是男女吼。好，啊，所以你若想要吼，爱表现甲家己足有学问，你着讲衣衫男女吼。虽然讲在我听起来这是足无聊的代志吼，这是听起来感觉即个人足低落啦吼。敢若想要表现伊足有学问吼，无必要。男女吼。就是衫裤破烂烂吼，遮有一个规则讲衫仔无滚，我来查一下啥物叫做衫仔无滚，成用大字大顺查一下滚字 ，KUN， 滚就是衣服的边用另外的布后入去，搁平转来车。滚边、滚扭、滚两层吼。我毋知是读做滚扭无，我查一下日文版，写汉字根本就无法度查，看袂出。我是对汉字足无好印象吼。啊，排学啊，排读哈。除了用来表现你足有学问以外，无啥物其他的好处吼。哦，有啦，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伊是表意文字吼，所以其实伊是较看起来较紧，写嘛会当较成功，毋是成功，我个意思讲较成立啦吼。一字会当表达足侪意思嘛，足长的意思吼。啊，就安尼尔，因为。可能是较早书写用竹片写嘛，重嘛，你无可能互你写落长，所以种尽量简省安尼。哦，我是读到对哦，滚伫倒位啊？好，衣服のうちなど別の切れ字を持って差不多是拄则讲的意思啦。我即嘛是要看滚，你是要怎读？滚，这是读练吼。这个卡纳我都袂晓读呢。这个是卡塔卡纳我袂晓读，伊这个卡塔卡纳是一个若敢若药安尼。你若有你若有 YouTube 你通看者吼，再甲我讲看这要怎读吼。这个汉字啦吼，这两三是字，滚字，但是伊的卡纳拼写法是啥物？有拼音啥物？毋是字，毋是呢，这毋知怎读，我毋知吼。就是滚两层啦吼。好，搁转来即个遮讲，衫的边用另外的布后入去，搁平转来车，即个叫滚吼。滚边就是可能是要互边较用的款啦，即我无解清楚吼。就叫做滚啊，所以甘字典讲衫啊无滚，就是无车边啦吼。啊，无车边就衫啊无滚，所以是蓝嘛吼。然后敢若蓝就可能较容易，要安怎讲？会抽嘛吼，会破烂嘛吼。好，男女，我来用大字大字典查看“男”这字敢伫个白话有用着。无，
好，好，咱转来伫市车啦吼，讲你我救转来啦吼，大家起山了后吼，非常的衰弱哦，消散，衫裤破烂，因为因遭遇极大的即个困迫甲悲伤吼。迄只细只小船，现在已经准备好出航的代志，要航往小琉球迄一角位啊，去送批互迄只篷船离咱伫遐好所看见的迄两只船，并且要对遐甲因的批甲因砸转来，报告因的状况。船顶有载有2支上桅、2个第二层的即个四角篷，含2支尾横啦吼。我著直接念啊，我嘛毋知这啥物件，这拢是船顶的即种形，可能是拍摊位的即个尾是徛直的嘛吼，拍摊位可能是形吼，以便供应这2只船紧急的需要。但是因为正风随后又搁变成无风，所以这只小船只好留伫港内，并且取消这撮航行。不过，长官阁下遂派人去找一只新仔人的高野船，要真紧准备好出航。这种船伫各种情况之下，拢真容易来航行，所以至少会当去甲迄2只船主管的批甲因摕转来吼。这只高野船下午就出港了，并且真紧前进吼，只敢若炸着前头讲的迄张批，甲高野船的人还阁奉命去到遐了后，要尽量较紧甲因写明因的现状，甲即马所欠因的物件，会批甲因载来遮。为着要互阮会当知影以后要安怎安排，也命令因讲，伫接到即个命令了后，迄两只船拢要开始尽力设法对遐航往偏误，并且去停当的迄个庙园遐。庙园是毋是马经庙吼？园是海湾啦吼，就是马经园啦吼。阮讲叫因紧去停伫平湖遐，阮将会派迄2只加入船吼，载各种会当修复因即个损害去的船只所需要用到的物件去因遐互因。商务员 Frederick Skiddo 也会同齐去遐交互因进一步的命令。阮收到对粤港所送来消息讲，伫迄边的遥港是安怎读我阁袂记啊？是桥还是谣？久来都袂记啊。谣，敢物件是谣啦吼，我著先读谣港。但是我印象中在地人毋是安尼讲吼。阮收到对谣港所送来消息讲，伫迄边的海边发现着一区即个荷兰船的机筒。机筒我记得咱捌早过呢，但是我已经阁袂记啊。因为机筒，阮绝对是讲碰扑啊，pump。所以我看觅啊，若是用做台语，敢有人会翻即种物件？机筒，竟然有呢吼！台华线顶词典一本，我一直毋知影这到底是啥物件。有水柱、水叶啊、水灵、水抽，这拢叫做机筒啦吼。水叶啊、水灵、水抽。
好，讲伫海边即个海边啦，我见一具荷兰船一个水抽啦吼，水灵啦，有一批船吼，帆啦吼，帆裤，一批船较大毋知啥物大吼，敢若是袋子吼，以及一张是若篷船的篷吼，篷是帆布的篷吼。即寡拢是有发生船难的即个情号吼，就是迄种迹象吼，混热啦吼。好，日志到遮。8月27，拜四。8月咱嘛读几落工呢？虽然无咧记数，但是就是逐工拢有记足多吼。8月27拜四，因为决定要派加入船 Swartvoss 号和 Formosa 号对遮载落坡去平湖，以便伫遐会当将所在落坡交去昨昏阮下令要对遮现在停泊的第五直接航往平湖迄2只船当中的一只。哦，阿弥陀佛咯！伊安尼写是逐个人读到都咁要断气。我意思讲，毋通甲复杂句用中文无适合安尼写啦吼，因为中文无迄个 which that， 你袂当安尼写，逐个看无啦吼。阿弥陀佛，拜托，毋通安尼。我意思讲，你若家己咧写文章，就毋通安尼写法吼。好啦，意思我过说一下吼，决定要派即只2只即个船吼，2只船叫做加入船，伊即种船的形式叫做加入船吼。派2只船，一只是 Swartvoss， 一只是 Formosa 号。要派即2只船载落坡去平湖吼。为虾米呢？因为要踮遐要甲即寡落坡交去互伫遐的一只船吼。迄只船就是昨昏停伫个阮即只附近吼，阮下令叫伊讲，拜托你驶去平湖，去停伫个平湖啥物庙园遐有无？其中的一只吼，安尼。因此，今仔日上述 Formosa 号就甲落坡装填了后，就去停伫个航道上，以便若有机会就要随便出港，并且要继续航往平湖。今仔日，阮收到大船 Vrede 号的主管对平湖所寄来一张简短的批，重要内容只敢若伫甲阮讲，重要内容啦吼，就是要甲阮讲本稿，就是讲即张批内底较重要内容，就是讲本稿月13号阮交互先仔人汉内干所送去的批，伊已经收到。批里所写的命令，因也确实遵照办理，只是讲还阁咧听候边头船威南号。该船甲 Pelican 号伫到发批的时阵，拢还袂，伫到因写批的时阵，拢还袂到平湖。这2只应该就是下令去的迄2只吼。今仔日好天，如同过去这几工，微风对西方吹来。但是暗头啊，就乌阴天咯吼。伫通常的即个暗倒了后，第2会年来一套并且签署要送往日本的物件。即寡物件将会伫明仔载，若是有可能吼，将会伫明仔载由商务员 Frederick Skidel 载着即寡物件，坐上述的加入船 Formosa 号要送去平湖，以便到遐了后。交互边头船威南号或者是 Pelican 号，阮希望讲到迄当阵，这2只船拢已经到遐咯，并且将物件交互这2只当中判断上适合航往日本的迄只船。即寡物件也包括着该船所装运货物的详细哨单甲送货单。然后该船就要尽量较紧来航离平湖，直接要前往日本。阮也交一份书面命令，互即位 Skidel 先生，命令伊根据办理其他的代志，也速得伊将迄寡已经出卖货物对大船 Vrede 号提交互买者。看无解有，因为这
离敢若有绕高离啊是啥吼？好，就是命令伊办理其他代志啦吼，啊，其中可能是有即项代志，就是将迄寡已经卖出去的货物吼，对大船 Brady 号来提交去互买的人嘛吼。就是要提出3700担的护照、100担的盐、200捆双捆的锭，含180担的树木，互规仔新仔人。详情请参阅书信簿内底的发送物件。828。拜五早起天光的时，阮看见一只船来即个南边遮停。无偌久了后，领港员 Zeke Peters 坐一只新仔人的舢板对该船转来遮起山。伊讲，迄只船呢是变雷船威南号，本国个22号迄场强烈的暴风雨，互迄只船失去了3个钉了后，伊伫迄只船顶煞对咧被漂流出去，因为该船袂当提旁出来，袂使提旁，毋知啥物原因哦，袂当提旁，所以就听天由命，任其漂流，一直到礼拜日早起，漂到小琉球附近，才将珍惜保存的最后一个钉，甲伊坠落去海底。该船一路拢无遭到损害吼。现在即只威南号的主管命令上述领港员来请求。尽量较紧来送几仔订去互因。即个 Zeke Peters 就也交互阮一张皮雷船 Pelican 号的主管所写来批。阮对即张批知影讲，该船也共款失去3个订了后，就含上述威南号的方法相像，漂到打港附近，才放落一个订。因现在还阁停伫遐，听候对遮去支援吼。就像阮已经对迄只篷船吉兰迪亚号所听到的安尼吼，因的前围甲手车围手斜围吼，要直接汉字读过啦吼。因的前围甲手车围吼，伫咧顶一厝的暴风中失去咯，船尾也有损害。此外，船底有几个所在有入水，约略达到5-6尺悬吼，所以因必须要无用即个水抽含水桶，将即寡水甲排出船外，一些止痛啊。水抽甲水桶将迄寡水甲伊排出船外。长官阁下对即张批知影讲，该变雷船被迄个暴风漂流所遭受的真重的创伤了后，就是长官阁下对即张批知影讲，哇，迄只船受到遮尔大即个破坏吼，决定讲要派即个领港员随坐迄只细只小船去遐送批去互迄只船的主管，并且载着下咧要修理船的需用品去互因，就是有2支上围、2支卫星、4块橡木啦吼，橡啦吼，茶吼。就是3到8尺长，14拄门宽，6拄门高，拄门是单位无翻吼，无翻译，毋知啥物物件吼。14拄门宽，6拄门高，一道14尺长，14拄门宽，6拄门高吼。这4道橡木，一箱大木道就是大茶箍啦吼。10支粗的茶帮甲4支淡水的茶帮，淡水的茶帮是啥物意思啊？淡水内的茶帮，一支要吐东用的佛罗摩萨的牛，两个钉甲锁啊，以及一个柄吼，毋知啥物柄吼，把柄吼，好要送即寡物件去，并且要取代进前所送去的吼。要爱因直接航往平湖迄个命令，并且要取代进前所送去的命令，就是要爱因直接航往平湖。本国个26号所送的迄个命令，现在
命令该船主管爱尽量转来遮南平遮来停船吼。迄时若是有可能将会用领港船去甲因带入即个港内。这两只加入船呢，拢载着落坡停伫港内即个城堡头前。按照顶一厝的决议，即两只船已经来到台湾遮啊，毋是一只停伫个，一只一只趴定伫咧东港，一只趴定伫咧小琉球嘛。好，可能毋是这两只项，咱看吼，这两只加入船拢载着落坡停伫咧港内即个城堡头前。照顶一厝的决议，将伫个明仔载出航前拢骗哦。但是因为现在阮知影讲，百里根号路上所属小可有损害，有歹去吼。三倒反呢，变做迄阵蔚蓝号是真颠倒是真勇吼，转来到即只来伫停船，因此决定讲要派即只蔚蓝号明仔载出航前拢骗哦，也命令商务员。所以讲，即两只船基本已经拢来到台湾遮啦吼，即个平地船吼，我本来想讲平地船细只船，但是你看吼，平地船我读的经验啦吼，平地船会当载足侪物件吼，载重会当载足重，然后伊嘛定然是用平地船载物件去日本，所以平地船应该是大船咯吼，所以这两只是大船吼，因此决定讲要派即只蔚蓝号吼是平地船吼，明仔载出航要一拢偏乌，也命令商务员史道先生爱共船去遐，就去将迄个878箱糖对即只船转装去归国的大船弗雷迪号顶头，然后要命令即只船要踮遐装即个喙石啊，当做底层门，以便保持伫海上的稳定的重量，一直到要前往日本的时阵，迄时伫咧出航以前，上顺迄两只。高入船也阁要对遮将因所在落坡再去交该船吼，伊该船就是迄只蔚蓝号啦吼。伊伫咧要暗嘛出港，即个伊应该是讲拄则迄个商务员吼 schedule， 伊伫咧要暗嘛来出港，并且去到蔚蓝号遐，并且下令讲 Swartwas 号落河了后，也要开动该船要航往澎湖，以便踮遐担任所需要的工作。迄只加入船呢，福尔摩沙号还阁要踮遮停留4天到5天，停后预定明仔载或者是后日会来遮的即个霹雳根号，以便去落该船的一寡货物，互该船较容易来入港。今仔日阮收到敬爱牧师 Antonius Hambrook 吼，对满头寄来一张批。伊讲起即个 Hambrook 拢加即个敬称吼，敬爱，所以即个 Hambrook 个地位诚悬，也诚受到尊重啦吼。今仔日阮收到敬爱牧师吼 Antonius Hambrook 对满豆所寄来一张批，所写的呢，全是关系到伊辖区内底原住民的疾病啦、死亡啦，甲即个饥荒的悲惨的状况。遐有真侪人因为家己破病，又阁欠缺去因参与帮忙的人，加上遭受到天降即个风虫的灾害吼，真像草莓仔灾吼，变成非常散起来的人，悲惨到无法度人来形容。因此呢，即个牧师就请求对遮随去救援伫咧大困苦当中的迄寡可怜的人。又阁因为最近迄个恐怖的暴风，因迄到位啊，所有的教堂、学校甲教师的房屋，拢忽然间去找甲即个厝拢崩落来吼。因此教会毋是干那教师的徛家尔吼，是包括着学校、教堂吼，拢叫风拍歹去。因此教会聚会甲学校的上课，已经有一段时间拢只好停落来，伊请求对遮送一寡小额，就是金额较细的现款啦吼。如果若欠缺即种现款，就请送一寡衫裤去遐吼，
以便用来鼓励当地的人来修复迄寡建筑物。迄寡新仔人的舢板，今仔日又搁对迄只塔佐湾号的船骸再来一批澹去的护照，即塔佐湾号已经失事啊，做对，而且水拢入去吼，就一寡物件拢澹去吼，其中即嘛讲一批即个澹去的护照吼，由即寡新仔人舢板载过来吼，阮甲即寡护照拍伫个日头。伫个日头底吼，算用趁日头来拍啦吼，并且派人来看酒吼。即个酒字吼，我来查一下即个酒字，守时的即个守啦吼。共你点，哎呀！copy， 有两个音啦吼，酒甲手啦吼，拢会使啦吼。好啦，这应该是可能是文白音吧，酒甲手吼，派人看酒啦吼，看酒所吼。来，我用大力大书店试看觅吼。大力大书店酒字吼，我拍酒字，有手有酒吼，咱来看手甲酒是安怎读法吼。酒是酒壶樽酒，例句是酒间、酒节吼、酒馆、酒空房吼，这拢是酒，所以酒就是固条咧，叫做酒啦吼。酒暗就是过暗时守夜啦吼，叫做酒暗。酒梦知啦吼，过梦吼。酒节吼，酒馆就是甲你的情节顾掉嘛吼，叫做酒节吼。酒钱路啦吼，当生的人吼，酒钱路顾钱，敢若顾钱尔吼。酒空房吼，寡妇顶家己孤单困一间房，酒空房吼。酒间哭就是哭你较讲间的迄个硬碟啊吼，酒间用的碟啊做哭酒间哭吼。酒故吼，酒就是故就是酒吼，所以咱拄则所有的酒拢会使用故来解释吼。酒馆吼，酒迷、酒门、酒铺、酒城、酒生馆，就是受翁放杀妇人人咧，伊翁无死啦，但是酒生馆吼，酒生馆吼，两个拢拼音我读袂准。好，过来就守吼，守城、守纪、安分、守规矩，生理着较守吼，毋通点伤大吼，保守的守吼。守呢，比如守节是守上吼，守节。守节这只是遵守节气吼，含拄则即个拄则敢若嘛有拄则拄则有哪有酒节吼，例句内底酒节吼，但是例句伊无解释，我无解清楚是毋是含即个守节共意思吼，遵守节气吼。所以即个守节含酒节共意思啦吼，就是毋是即个节气，毋是迄个24节气迄个节吼，是迄个正义的迄个
经节的吼，因为献牛守节，悬梁守节吼。献牛守节这文言词啦，看个都好。守钱吼，守钱路，所以守甲酒看起来是会当通用啦。吼，你讲守啊会使，讲酒也会使啦。吼，守节、守御、守御吼，守卫、防御吼，守卫、防御、守御吼，守卫、防御，这文言词啦吼。守节就是遵守职务规则吼，守节。守下、守孝吼，守护、守护、守护、守法、守训、守夜兵、守约吼，这拢是守哩吼。守空房吼，所以拄则守空房，你嘛守空房。守纪、守宫，守宫就守宫，守宫就机构，机构。神堂啊啦吼，神堂啊，守宫。守宫沙就手工沙吼，守旧派、守旧党、守国、守官、守国是守官吼，所以拄则掌管即嘛守官，所以守规矩吼，这拢会使，守话守城吼，拢会使。OK， 并且派人看酒吼，我都讲看酒、看秀拢会使。8月29，拜六，今仔日早起，如同昨看到蔚蓝号安尼，看到迄只平地阵霹雳根号来即个南平才停船，含蔚蓝号，即霹雳根号有损害去吼，含蔚蓝号同齐停伫遐，迄只细只小船也停伫边啊。长官阁下就发命令去互该船的主管讲，因必须就先将因囥伫树边囥伫树头会好么？交互迄只小船载来遮，抑阁有昨昏载着落坡出港，迄只加入船佛罗摩萨号先去甲迄寡落坡交去互平地船蔚蓝号了后，也会去甲霹雳根号的好么甲落来，互该船较容易来入港。商务员 Frederick Skidel 先生识别长官阁下了后，就坐一只新仔人的舢板去到出港去到蔚蓝号遐。伊奉命要去命令该船尽量较紧出航前往平湖，并且要按照长官阁下用备忘录所予伊的命令去平湖遐办理代志。阮看见迄只船 Swart Vast 号上午就已经先出航，并且继续航往海上去咯。阮甲要送去日本的已经封好的物件交互即个 Skidel， 就是迄个商务员啦吼 ，Skidel。也甲一张无封写互无封起来，迄个写互大船 Ready 号主管的批交互伊，吩咐伊应该做的代志。其中有提起讲，即个蔚蓝号到平湖了后，就爱甲即只船顶的糖夹落来，并且要装石头啊来代替迄寡糖做底层物，然后尽量较紧来出航前往日本，顺处送500两银。就是顺线吧，顺线送500两银去互因去买所需要的食物，因必须要明白，因停留伫遐的期间，阮袂当供应因即个3站肉吼，因必须要家己去买牛吼来抬，安尼就会当省一寡荷兰的肉加即个3站肉吼。3站肉伊是啥 ？Hollands of Leech and Speck， 吼，我伫做荷兰文吼，翻做五花肉嘛吼，3站肉吼。也命令因爱提高警觉，以免遭遇着意外的袭击，特别是爱注意新仔人的动静。为此，因爱继续派人伫迄座荷兰人的城堡集群看守。因为对遐会当瞭望相当远的陆地甲海面是啥物所在？即嘛是你讲啥？是南边哟？敢是讲？即是你讲 provincia 城哟？赤坎城？无讲我毋知啦，我比如吼。不过
因必须爱互新仔人的旁船自由来往航行，不得对因粗暴。除有发现因来意不善，吼，迄时就必须爱鼓励反抗，并且爱互因迎头痛击，吼。该函的详细内容，请参阅书信簿。23号已经准备好，要航往伫北部的淡水甲鸡笼。伫夜间月光真光的情形之下，彼得船委员会也起定出航，要前往澎湖。愿万能的上帝引带伊平安到遐，并且继续带领伊平安去到日本长崎的港湾。8月30礼拜日。早起，迄只细只小船对彼得船霹雳舰号载着护照来入港。美方对西北方吹来，天气真好。上午看见有一只船伫阮的西南方行经即个南方的停船的所在。虽然迄敢若是一只篷船，用大炮、鸣炮3响，就是我电头哦。上午看见一只船伫阮的西南方遐行经即个南方的停船的所在时阵，用大炮、鸣炮3响吼。中昼，阮就接到报讲，迄是新仔人头家何斌的篷船对巴达维亚来的。约落伫下晡3点钟，商务员兼东景的主管路易斯·巴法先生该同伊的部下坐一只新仔人的篷船对澎湖来到遮。因坐彼得船威特瓦克号途中，阁遭遇着强大的暴风，伫本国月24号平安到澎湖。迄寡因为战术理由，伫东景袂当交易的丁文已经寄放伫归国大船弗雷德号遐，听候取缔命令。上次的彼得船瓦克号已经伫本国月26号对澎湖直接航往日本王国。所在航母如同前述。总价值是174514毫吨。愿上帝也带领该船顺利到长崎，并且互即个小数量的航母会当趁到风雨的利顺，趁到真高的利顺啦吼。最近伫本国22号所发作的迄场暴风，大船弗雷德号也受到袂小的即个感受吼，也有袂小的感受。该船伫迄个庙园里，虽然有对即个伞的鼎也被飘去弄着焦灼，不过无损害啦吼，就搁恢复原来的停船的状况。今仔日是敬拜上帝的日子。好，总算读到8月最后一天，8月31。礼拜日天气像昨昏遐尼好。加入船福尔摩沙号对霹雳舰号落甲护照甲秘鲁等等的物件甲落来。秘鲁阁有名叫做 MOM 秘鲁，MOM 秘鲁是伊讲是欧洲的一种秘鲁，安尼尔。好，甲护照甲 MOM 秘鲁甲伊落来。伫咧上午来到即个城堡头前，伊是主要是要互霹雳舰号的载重较轻的当入港吼，并且伫上午来到即个城堡头前，随家己即寡航母拢落来，以便该动迄只细只小船搁再去遐来落好，互上水迄只霹雳舰号会当来入港。伫咧即个同时，要增运淡水需求的就是淡水遐所需要的航母吼，即个篷船22号也已经积极来咧装好。阮收到对打狗甲遥港所寄来书面报告，讲阮伫遐驻守的士兵状况良好。好，8月结束。来看一下9月，看一下时间，来剩9分钟。因为无咧记下吼，读起来就较袂遐爱困。9月吹真长哦。毋是足长啦，就是有较长一撮吼。安尼可能今仔日9月吹读煞都袂歹吼。拜二，因为取缔仓库里，还佫有一批要送去日本的落皮，而且日常还佫有北上
再来真侪落坡，现在阁有几只胖船要航往平湖，要去对大船 Ready 号所在号门当中提取几仔新仔人伫咧厝地所买的护照甲烟等等的物件。因此决定讲，阮要趁即个良机，真好的机会吼，用2只因的胖船载装运着仓库里的落坡去平湖，以便尽量较紧对遐来载去日本，并且要另外用一只因的胖船来装运一批茶，去供应着大船 Ready 号的需要。即个代志今仔日就安尼进行，因为即个台湾港岛影相当的大，因此已经准备好要出港去霹雳根号遐，要搁去遐来落即个落号啦吼。就是要互较轻的，去遐的即个加入船佛罗摩萨号吼，拄则就是已经准备好要出港去遐去迄个霹雳根号遐的加入船佛罗摩萨号，甲迄只细只小船被阻挡无法度出港吼，因为影伤大吼。不过下午西北风愈吹愈大吼，迄只细只小船就会当出港吼，并且西北风愈吹愈大，就会当出港。并且去到即个霹雳根号遐，当时阮伫咧厝地非常的望，会当知影会当收到对德产所传来谣传的真相。进行谣传，就是讲有一寡新仔人讲伫遐看到一只荷兰船啦吼。就是最近有几仔后壁有解说吼，就是最近有几仔新仔人对遐来甲阮讲，因有看到荷兰船航越迄附近吼，并且讲按照因的看法，该船是要航往鸡笼。就伫咧今仔日下晡前以外，有2个原住民对上述鸡笼送批来遮，一张是商务员 Thomas Van Epelen 所写的，另外一张是下设商务员 Gerard Ryder 所写的。Gerard Ryder 是啥物人呢？对无写。数期拢是8月16号，阮非常欢喜来对即寡批知影讲避雷船勘辨号，括号对该船的安危，阮一直非常的悲观吼。讲电动的即只勘辨号，经过顶个月8号、9号即中间迄个恐怖的即个暴风了后。总算伫10号真幸运来到鸡笼的海湾，因伫即个南边的停船的所在失去2个因上重的鼎。迄当阵想讲一定会直直飘去浪花，会互即个船甲人命船人命甲号码全部拢丧失。迄当阵就安尼想啦。当时也真正是飘往岸边吼，来到最深10船、8船、6船甲5船的沙洲，伫咧巨影当中失去船头的第2站的四角旁，因为上帝奇妙的恩典，则越过了北平礁石区的无流吼，所往着西北西的方向来前进，一直到9号的早起。发现讲，因并无去到预定的平湖群岛的西南岛，而是去到平湖北角的迄个危险的乌岩石附近。迄时因为该船只敢若剩一个重的鼎，就决定要互船经过迄个危险的岛屿渡海去佛罗摩萨沿岸，来测上述鸡笼的海湾吼。如上所述，因伫咧10号就来到该海湾。迄一暗，因最后迄个鼎嘛失去，因此该船被飘去弄着几仔水底的礁石，总算是被飘到去伫咧该海湾的礁石顶头来坐底。伫遐呢也相当的危险，因为暴风也阁继续咧透来。不过风平煞了后，因费尽气力，又阁将该船来带入去较适当的所在来停船，无任何的损害。为着即个平安到位，大家拢对该船的大副感谢不尽。该船的主管请求对厝地送2个鼎甲1条锁去互因，以便转来厝地来停船。无即款物件，因毋敢出航。阮伫淡水的主管请求允准因对
阮阵因对上述即只勘辩吼提出一箱钱甲数桶的即个MOM的秘鲁吼，因为因MOM是 MOM 啦吼，我得直接读MOM的秘鲁吼，因为因迄两个所在就是淡水甲鸡笼的驻军拢真欠缺现款，伫淡水热病猖狂吼，就是热病非常严重啦吼，流非常喘甲真严重。鸡笼则一切良好，因暗将此地落一寡予长官阁下调集福尔摩沙议会议员来开会，决定为着要尽可能来去协助避雷船勘验号，所以要命令加入船福尔摩沙号顶头装2个艇含因的锁仔，对遮送去片湖来伫遐来交互加入船斯瓦特瓦斯号。即只斯瓦特瓦斯号要对遐，若是有可能，就要随由商务员 Frederick Skidel 先生来派遣吼，载着即寡艇出航去鸡笼。即个 Frederick Skidel 先生目前是奉命留踮咧迄遐的即个大船 Vrede 号顶头来指挥。所以若是有可能吼，就要由即个 Frederick Skidel 来派遣。即寡船吼，载着即寡艇来出航去鸡笼，上述的加入船会程就会当载土炭转来遮。如果因为万能者派来降临本岛的即个风强，因为即个上帝啦，万能者，又搁因为上帝所派来降临伫本岛即个草莓啊，造成遮尔大即个埃及式的灾害。埃及式是圣经内底讲的吼。这降灾就是，我若无记毋对吼，就是迄当阵摩西要带人带因的即个同胞，就是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时阵呢，埃及人反悔，无爱互因走嘛吼。所以即个上帝就降灾吼，埃及人互因夹到金死相，因知影疼，所以因才放人就对了吼。其中一个灾就是即个风虫吼，草莓灾。而且呢，现在迄寡草莓有一个大量来出现咯吼，新的一批个大量来出现咯。哇，真衰！台湾即当阵安尼已经毋知几个月啊吼，这代志吼。树丁的这附近产业的稻作，拢已经有部分来高达去吼。高达的区域啦吼，这是高达是我对巴克咧半星期学的吼。台湾人可能讲讲打去啦，连即个高丽就就安尼讲吼，区啦吼，区的区。真显然吼，还佫有继续互全部的稻作拢被即寡风虫食了的可能吼，因此呢，无可怀疑严重缺粮吼。欠缺粮食啊吼，以及因此来引起的大饥荒吼，将会伫咧即个地区的各处来发生，尤其是伫咧福尔摩沙原住民当中，将会搁较严重。阮伫咧此地库存的粮食，目前还佫有够用，只是还无确实知影讲今年对日本将会载来偌济米，为着要未雨绸缪啦吼。稻我会晓读啦，但是即个毛利我毋知要怎读吼。绸膜的膜，绸是就是稻啦吼，稻端的稻吼。膜是来会当有几个音。错误是谬吼，所以谬误的谬嘛吼，所以即个会当读谬。读做的木是用堆仔是啥物件？十配甜蜜蜜，堆仔应该是一种煞袂记，之前定定读着即个堆啦吼。用堆仔十配甜蜜蜜拍夹，叫做木。
另外是灸，灸是毛啊加做正扫，甲毛啊加做扫啊吼。假使白三连就是灸哦，疗哦，即里有4种音啊，拢无共吼。苗木灸疗吼，疗是软软亲像丝线，叫做疗吼。小牵连嘛是疗啊，筹谋未雨绸缪，迷雾丢。丢是布嘛，吼，筹谋是甜麻麻的意思咯，甜假使吼，甜麻麻有木有灸这2种读法吼。丝线相连嘛是疗嘛是会使吼。好。我查即个筹谋能力。无啦，无意外啦，吼，就是找无即个筹谋能力。找台语，找看嘛。TJ 中台历史典有收吼，但是我无即本啊，我无法度查吼。迷雾丢木丢疗，我毋知要读对一种，丢木好啦吼。后来转来第2只，阮伫储堆库存的粮食目前还阁有够用，只是还毋知我已经读超过4分钟啊。只是还阁无确实知影讲今年对日本将会再来偌济米，为着要迷雾丢疗丢木吼，尽量保存一批小麦伫即只，又阁因为2年前总督阁下就已经训令爱烘一寡年定胖。分发到即个城堡里，甲派驻香川的驻军做军粮，用来代替米。因此呢，决定对从今以后每一个人每一礼拜将分配5磅的即个定胖啦吼，定的胖，一直到何时呢？爱看对日本所载来储堆再来即只仓库米有偌济来决定吼。而且阮也袂当用切问来救援迄寡可怜的原住民，切问就是古物吼。因当中即寡邻军村社的人已经开始发生饥荒咯，最好也用上述烘胖的方式来救援因。因此决定要甲上述的小麦以每一担2厘尔半的计数，伫即个期间供应新仔生理人周哥，命令伊必须爱每一个月烘2斗胖，以每一担6厘尔的计数来供应互阮。今仔日阁有1批凤虫飞来台湾，但是数量真少。今仔日有10只胖船对遮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296个人，再有8728斤鹿仔肉，7929斤咸鱼，630斤虾啊，685斤鹿仔脚，7350斤福尔摩沙的锭，7550斤糖水，45斤的沙鱼油，277斤的蚵仔，42道的即个蛋菜。蛋菜我真两早个我阁袂记啊。蛋菜是一种贝壳类的吼。孔雀蛤，孔雀蛤，孔雀啦，孔雀蛤。42道的即个孔雀蛤，有一只胖船出航前往伫本岛北边的鸡笼
做24个查甫，再有500包薰草，7担铁，50袋空安布，10袋巴达米亚糖，20担盐。也有2只芳村出航前农分岛的南方，再13个查甫，再有50袋米，甲12袋大马。好，以上9个找伊读煞吼，歹势因较长，我读超过时间啊，超过7分钟啊。看卖啊，来，下底我看卖啊。啊，无声哦！我读遮久，结果无声啊。有啦。哦，有哦，有哦。迄是药本伊家己，伊讲可能是网络的。哦，网络问题吼 ，OK，好。好，过来是3年，白话字滚，就是拄则讲迄个车即个布边啦吼，叫做滚啦吼。好啦，即我无适应，阮厝较纺织的物件，我较无介熟啦吼。车衫即个无介熟。好，天向金狮岛啦，我拄则讲拉美岛，我拢袂记吼，就是小琉球的旧名啦吼。你查即个外国的文献，你会看到拉美嘛？所以你爱知影，无你到时你看英文版的即个资料、历史啥，你看拢毋知吼。莫互汉字白条，你对地名啥，你国际通用的一寡地名，你爱知影。到时你若有机会读到文献吼，拢毋知吼。就是国际化嘛，吼，讲好听叫做国际化吼，即哪会爬上爱听，国际化那敢若因足高级的吼，但是因为汉字拢固条条吼。明思宗崇祯9年5月3号，就是1636年，金狮岛会称作拉美岛，会当看到 Beaverwick 号的八门铁炮甲3个艇，也看到一个西班牙的艇甲几项荷兰人的即个帽仔、泡帽仔啦，吼，甲一个草帽仔，因此显然也有葡萄牙甲西班牙船伫遐遭难过。好，绿壳菜蛤，也称作鱼贝，或者是伫台湾叫称作孔雀蛤。孔雀蛤和高孔是无共许。伫北里遐，敢若有，我袂记是高孔是孔雀蛤吼，食有名。你若有经过遐，你通去食好食。我要去食过一遍。好来，大家遮吼，咱关房，明仔载再搁继续。好，感谢各位。感谢大家。好，拜拜。